甲骨释文第14集。节目做到紧，你听有我在讲什么？这个米，韵切音讲是米呀，幼米细小呀。你讲到什么这个词，你有想到四小这个意思无？应该无啦，若无就当作是虚词咯。什么这个词，你有感觉奇怪无？有吧？这是近代小说的乱用词。台语讲的啥意思好呀？现代造字写即字，米若借用做虚词，啥物安尼写，勉强会通吧？啥啥物加一个虚词，啥物安尼讲的时，有人想到写无？啥写？有人安尼想无？无啦，也毋是汉语朴实啊，哪有人会安尼想呢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就是何物？何物就是啥货？有无？台语接用词，货就是物，物件的物，啥物安尼写有较适当无？即字物韵切讲是米啊，即字的写法将麻将柚，麻是麻布，柚是小叶，米就是小。加写即个麻是写心酸的，还是写火大的呢？写出无意义的麻，有可能是安尼吗？即个柚，说文解字后面阁有一句“上主初生之形”，即句应该是误解。柚为甲骨文安尼写，汉字写即字也可。说文解字讲是米啊，柚的本意是柚木。木仔有大空、细空的木，大木、幼木。即字的意思本意并毋是米啊。综合以上的分析，意思是编织疏离、细木满布的满布。情景音并满边切读米。以现代讲法，可能就是纱窗、纱帘啦。以古早来讲，可能是麻做的笠。即字米是编织的麻笠。续来讲这集的重点，麻烦的麻。即字安怎写？这是汉典整理的4种写法，其实拢写毋对。麻的内底是一个木，另一个树木，读音共款是麻。树木、灰木，因为有麻一领外衣，所以也可以读麻木麻的麻。一个是木，一个是亲像木，嘛是木。即字麻本来有模棱两可的意思，但是呢，请看以下的分析。即字也是易写的易的本字，左边是安尼，正边也是安尼，所以借用做也是的也。易写的易就加肉字边来区分。佛经定有即句也复如是，有无？即字麻左边是木，正边若木，左边是安尼，正边嘛是安尼，也是安尼。台语也讲嘛是安尼，配合现代中文写也是安尼，也可写也可嘛会使。人的意写左右其实嘛无100%相同，大家认同吼？嘛也无100%相同，莫计较啦。文字安尼运用，拢会使，嘛会使啦。教育部教的也是，阁是啥物意思呢？到底是安尼，也是安尼？即字嘛读也，表示选择关系。教育部讲了无毋对，但是安尼读，真侪教台语的频道，甲也是当作是也是，真正是一顿茶狗笑。也是并毋是或是。无，即字读做毋着较袂混乱啊？有道理无？看以下的说明。
先讲即个很熟悉的陌生字，字形是左边是徛入架头，正边是跪下额头。那照正边跪着即个人的意思，就是仰望也，读音向，倒向向就即个向。这是外省文啦，看过就准拄煞。咱来学正经的，向头看日就是额，额头也就是额头。头向一个，向头就是那一头，向远就是那么远。比向头看得较远的是额头，向加人字边就是人甲人之间的信任、依靠也。读音望安尼写。另外，这个望是人对神的期待。另外，这两字呢是对外省人的期待，教育部发明的。向加手字边就有两种解说。第一种解说是倒边徛着的人用手举着当在跪着人的额头，表示压制。读音压，或者是刺，压制、压制、压落底，高火压，就知影写倒一字啊。第二种解说，用手去拣物件，却分袂出好歹，表示犹豫不决。发音也是压，意思气呀，毋就是安尼，怎呀，知，无确定呀，无，阁想看觅咧。小结论一下，也是古文拢写即字，现代中文写即字也。台语习惯讲嘛是，也是有别个选择呢。即字啊，变化较丰富，爱小练习一下。转来讲即字麻，麻若去掉外皮，剩内底的肉，所以树木、飞木即字嘛读麻。麻破做两边，两边爱斗的麻，或者是讲相似之意。古早的契约书毋知安怎破做两边，总是爱斗的麻，才知影是正本。亲像现代契约书有起缝章，爱斗甲麻麻，才确定毋是互人偷改过。顶一集讲的即字麻，应该知影差别伫倒，是吧？有麻烦无？袂咧，咱继续。古早无马桶，爱锯狮壳仔，用啥切尻川？用狮尾仔。现代已经无即款记忆啊。简单讲，即字是重要之物，也是用完落弹之物。甲骨先生整理的宝贵文字，就放伫说明栏，请自行参考。明仔载爱考台语文，赶紧来临时抱佛脚。台语有另一句俗语：赛滚才要养蛤仔水。嘛是安尼，是肯定词，嘛会使啦。嘛毋是，是否定词，合起来就写即字。现代中文无即字啊，即字袂否定词，就安尼写。后人读袂不可以，台语就讲袂会使。会即个音重复，就省音做袂使。三字读两个音。即字读袂，或者是读袂，是否定词。相反的即字读袂，或者是袂，是毋是就感觉真正常啊？写中国字的即字袂，应该也可。袖子，台语讲手腕，啥物奇奇怪怪、坎坎的话，无爱阁讲啊。否定词的袂，或者是读袂，就是写即字。我进前袂晓写即字袂，阁袂瘾写手腕的腕，乱写即字袂。即马更正，重新解说。即字将目，意思是无视啊，
含害也。例句灭氏、无灭、灭氏也会使读藐视。我另外搁砍，袂意思是上要也。我写即字错误，就写即字袂，文音读约，鼻音读袂。袂会甲句文安尼写：一个人居伫西学仔，可能有闭结，居真久啊，居到咧打哈欠，总是感觉无够啦，搁要继续居落去，无爱也着爱，所以即字搁有一个读音爱。无人爱去病院，是必须去病院，毋是写即字爱。方向对，但是我进前写即字爱嘛无适当，应该着写即字爱。例句爱拼才会赢，名主即句会爱之谓先，即两字会使的是同一字哦。会爱之谓先，安尼读即句有变亲切无？会爱之谓先，这是名主练习的第一步，爱先有一个初发心。想要学台语文的想法，这是初发心是先，莫忘初衷哦。第二步呢，有知己之谓信，毋若只是听人讲，确实家己有所体会，用学到的文字写出文章咯。第三步，充实之谓美，内在充实，靠窗子外面，文笔有美感咯，创造出文学性的用词，互人感觉真水。搁进一步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转来即页，无爱搁讲，即句有怪怪无？是毋是爱写即字爱？无爱搁讲，无想要搁讲，一个音爱，用拼音来学台语，你感觉有适当无？有充实的美感无？整理即集的重点，面原来是麻字，是有幼目的麻编辑品，麻处理起来真麻烦。也是、嘛是、也是，双方的气约爱斗的麻，共即字麻，啊无的啊，较麻烦一丝啊。倒向兄即字兄，额头的额，甲用有共字根，对人的望，对神的望，若对外省人的望，就爱参考教育部。否定式的袂，绝对和抢无关系。示范的袂，爱去病院，爱拼才会赢，共即字爱。学台语真充实，名主的文章有闲罔看。